誒喺臨床上咧，因為我都帶緊學生啊，承傳緊呢套醫術啦，所以每一個病人，就算係乜嘢病都好，我都會問病人：你有冇做過身體檢查？譬如痛症，你有冇照過環處嘅 X 光片啦？譬如你內科病，譬如你肝炎啊，或者你糖尿病啊、泌尿科啊，或者腦科啊，佢通常佢有病嗰陣時，到一個嚴重程度，佢哋一定會睇現代醫學，即係西醫啊，做一個身體檢查，抽血啦，或者佢照 MRI 啊、CT 啊或者 PET scan 啊，攞呢啲報告咧，盡量自己叫佢攞嚟俾你跟進下，同埋你去睇佢。然後睇完報告再加臨床，即係問症啦，同埋咧病人個身體個變化有邊度唔舒服啊？呢啲全部係問症問到。觀症咧就留意佢面部啦，即係眼耳口鼻啊、面色啊，呢啲我哋中醫流傳落嚟噶嘛，即係你呢啲係診斷學嚟噶嘛，你留意多啲。同埋咧，我個人咧好留意除咗頸部皮膚色素，同埋好留意對個頸嘅，因為任何重病嗰個淋巴區實有啲異常嘅現象出現嘅，所以有時如果我哋中醫界，你話呢啲係西醫理論咧，唔係嘅，望聞問切，我哋中醫都可以做嘅。所以點解多留意呢啲點？咁你可以觸症嗰陣時咧，你醫治嘅方法用你本身嘅醫學知識去幫助病人咯。咁我就係咁樣做嘅。但係我哋激活有一個好，當問完晒病人好痛嗰陣，就係啲有咩病唔舒服，問晒你所有症狀唔舒服嗰陣時，我哋有一個俾病人一個心理安慰啊！我3日之內將你個病減輕落嚟。如果我做得到，我希望日後嘅日子，我會同你評估，我點樣幫你跟進醫療。但係點都好，當你好晒之後，你都要知道自己係咪真係痊癒啊！你都去做一番個 double check 嘅醫療報告。當你真係痊癒晒，我哋中醫做一個保護嘅，就係養生學。當你醫到佢之後，想令到佢年紀越大，一路過一路大啊，個機能一路衰退嗰陣時，我哋養生學可以幫助到佢一個健康豐富人生嘅。呢個我哋中醫絕對做得到。喺現代醫學，佢哋我唔夠膽話佢做唔到，但係佢冇我哋咁中醫咁悠長。呢個係我本人嘅見解，就係臨床經驗。